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中营有2个技术突破性的感染，佮传互读高中的后生，汤圆加强二级警戒。今年台湾经济成长创新高，劳工团体主张基本工资直接起到26000块，嘛要求政府补贴较无法度的企业。行政院通过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放弃民众对司法官申请国家赔偿的限制，引起司法界的质疑。新闻一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有4例带病入境，无人死亡。另外，中营有2个技师对澳洲飞转来台湾，确定胃着病，因2个人拢已经有注2剂 AZ 疫苗了。其中有一个技师嘛，为何伊伫桃园读高中的后生，学校嘛已经停课了。即马桃园提升做2级加强警戒，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是有2例。那境外移入有4例，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居住的县市是新北市跟桃园市，那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境外移入的案例，有2例是长荣的机组员，到澳洲的航班，然后回来，然后后来在2天后采检，那这验出来是阳性。那这里面也有包含了桃园市的1例，是其中一位机组员的小孩。那是就读在桃园的高中，就是他全校就需要停课，需要停课的哈。那之所以这样，是我们当然是高度怀疑这有可能是 Delta 的病毒。所以第一个同班的同学集中检疫14天。那但是桃园市的本身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加强警戒。所以我们在集会活动人数的上限，我们就回到50人，室外100人。那医院及长照机构，除了一些相关的例外，医院所准许的，那停止开放探病及探视，实施的国际航空机组员的一个检疫措施，我们从即日起，我们更改成从即日起就开始来做。再来看，咱国内第7轮的 AZ 疫苗今仔开始注哦，针对29岁以上医疗民众，佮有第9类的族群，拢总是有805000人。虽然世界各国拢的病注射率，也毋过嘛是佮有未少突破性的感染哦。意思是表示讲，疫苗不管是注几剂，拢无保证100%的保护力，嘛是佮有可能会去胃着病。这嘛甲民众的体质佮有接触的病毒量有关系。详细注疫苗前的卫教单一项写好个人相关健康资讯，医师问诊确认无问题，就准备开始注。国内第7轮 AZ 疫苗初3开始，注射对象是已经拢预约的29岁以上的民众，也甲第9类族群。我差不多登记1个多月，本来想说应该要到年底才会打到了。家里的长辈也都有的打 AZ， 然后有一些不良反应，但是我想说现在全球 AZ 算普遍的疫苗，所以就相信。就伫各国加紧新冠疫苗注射速度的同时，煞陆续佫传出注疫苗了后也是突破性感染的消息。好亲像初二，咱国内2例境外移入的个案当中，有一个注过2剂俄罗斯家己制造的斯普尼克疫苗，也是确诊；也佫有一个是注过1剂 AZ， 也甲2剂 BNT， 换注2种也是感染到。有一些人，他即使打了2剂或3剂呢，他得病以后，他还是会排出病毒，只是他自己可能不严重了。那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你得病以后不严重了。打第3剂的国家，就是疫情没有办法控制的国家，才会去打第3剂的疫苗。那对台湾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边境检疫跟国内的检疫都做得蛮成功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考虑第3剂，不过明年如果有次世代疫苗出来的话，它是根据变异的病毒所做的一个新的疫苗，那我们可能明年就会考虑说打第3剂的疫苗。医师表示，疫苗不管是注几剂，保护力都不是100%，有当时也是会感染，甲民众体质以及接触的病毒量拢有关系。而且，若是注完疫苗了后，就对于防疫成果放冷、唔挂喙安，大量的病毒也是会入去咱的呼吸道。总讲有抗体，也是有可能感染，所以民众袂使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算是第9类有重大伤病的陈小姐，伊伫7月初6就去登记要注预防针，
也毋过后来所发现讲电脑内底拢无伊的记录，又卡1922嘛写配合长风甲部长，但始终也毋过拢无得到回应。卫生福利部是表示，系统确实有淡薄问题，会来检讨改进。提出手帮证明家己完成意愿的登记，所以因为登记系统有报告变做仪表的人球。但小姐是第9类重大伤病犯，伫7月初6完成登记号码，出来人伫同一天也替登记另外一组号码，所以陈小姐注销其中的一个号码，所伫22发现出的另外一组号码也被删除，随去1922甲长虹信箱要求斗3天，也投诉去卫福部的部长信箱。所拢无得到任何的回应。7月6号，我如果登记10次，是不是也有10个序号，也有10个预约的资格呢？他才告诉我说有可能。这个所谓的有可能，不是只有伤害到我愿意出来说话的人，而是伤害到这中间从6号到13号一些黑数，你们并没有说出来。为什么连通知都不通知？为什么被取消都不讲一声？陈小姐讲。伊甲寄出来登记号码删除掉，本来是想讲卖去占用疫苗的名额，电脑煞互家己的疫苗登记记录归零。对此，卫福部承认讲系统抑阁需要改进。因若目前系统的设计，无论登记几遍，系统只会认定最后一遍的操作，这会造成陈小姐甲其中一个号码删除，系统所认定已取消登记。在系统里面，它只会认一次。你去作业的内容跟修改的内容，所以这个陈小姐这个状况，我们后续会再去看我们在系统里面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我们需要再做更重要的提醒。卫福部希望民众若是重复登记，记得唔通删除，因若互人批评的有益系统，卫福部讲会检视修正，也提醒民众伫咧操作时阵要较注意咧，以免产生误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之前表示讲，望军公告会当带头加薪，伊个要调悬3趴。伊早经济部的4大国营事业嘛，拢会对军公告做回加薪哦。经济部是强调讲，国营事业调薪有一套标准，若是前一档的营运真好，嘛有可能调薪超过3趴，嘛无一定。军公告明年有可能加薪3%，这个消息一个出来了后，经济部国营会表示，只要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决定调薪，就会当确定调整的幅度。经济部所属的国营事业原则上就会当参照公务人员向经济部听报调薪计划，并对着军公告做回调薪。台电的调薪照规定的话是必须要等到军公教调薪确认之后，才会有后续的动作，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提报动作。不过国营会表示，国营事业也毋是一定加薪100%，讲听报到经济部加薪计划核定标准有3个原则，包括着调薪的幅度，伊无影响到最高人事费做原则，也袂当影响到缴库的盈余。另外，也袂使影响到年度经营绩效的目标。不过前一年绩效若是好，调整幅度也有可能比军公告平均的较悬。亲像最近一届国营事业调薪，差不多3年前，大约2018年1月初1，平均调薪3.2%，比平均3%较悬。当年度如果立法院给他一个目标，说你要赚多少钱，他不可以因为调薪影响到。通常我们的调薪会稍微落后一点，但是会追溯上来。这届军公告加薪，政府希望有一个示范的作用。不过学者是讲，即马公司拢有建立薪资的调整幅度制度，最近军公告带头调薪，示范的效果愈来愈差。就是军公教的这个加薪对民间企业的示范效果越来越低了。那么中大型企业他们自己本身有他们的这个薪酬政策，所以大概比较不会受到政府调薪的影响。国营会表示，今年4间国营事业虽然绩效拢无好，不过考量到拢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尤其是配合防疫有功劳。只要若是确定军公告调薪，国营事业就会对调薪机会也真大。记者综合报道。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5.88%，有劳工团体是主张讲，疫情袂当当作是借口，明年的基本工资应该反映经济成长哦，至少要起到26000块。企业若是有受到疫情的冲击，就互政府来补贴薪水的差异，还是看无共公司的状况来调整。
餐饮服务业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严重。代表资方的商总借这个机会反对明年基本工资调起，劳工团体组成的公投。嘛无咧软，初三来到商总的外口咧讲，疫情的情况下，制作业的订单拢有逼量，体经济嘛是真加压。若讲要减档薪水，这实在是讲袂过。宅配业在过去几个月内来，特别是3级警戒期间，各家公司其实都创下了历史史无前例的营收，股价也是连连高涨。这些亮眼的经济果实，都是积淀在我们这一些基础的劳工的辛勤付出上面啦。所以，我们在此呼吁政府务必将经济成长的果实回馈于广大的劳工朋友们。来看基本工资这几年来的起落，107年伊有调起4.7%，22K 来称作苏当时上届加工资补涨。108年有调5%，不过109年佫落价到3.03%，81年佫干那有小可调200块尔。基本工资的月薪来到24000块济，调幅是0.84%。不过去年经济成长率有3.12%，主计总署估计讲，今年还佫会调到5.88%，所以劳团就要求讲，明年应该要调起到8%，来到26000块。去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经济成长率是近3年来最好的一年。但是同时呢，去年只调涨了月薪200块，时薪2块钱，这么低的一个数字，所以说我们会认为今年不只是因为景气复苏，而且呢要把去年欠的给一并涨回来。26000，我们认为是过高了。那么连续已经5年都调涨基本工资。资方回应讲，产业还佫需要政府来纾困。唔通讲一遍个调起到26000块，劳团强调讲，纾困是专门咧撤销，而且5倍券的发放了后，还佫会当来刺激内需市场。建议讲，假使若是讲企业真正无法度来立这款的薪资水准，才互政府来补贴差额，也是考虑讲个别卖暂时来调起。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行政院发展兴3倍券，大约只有8%的民众是拔数位券。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数位券所以5倍券推出真侪优惠。也毋过，今仔时代力量的党团就批评讲，一直推销数位券，对一寡无法度利用网络的族群甲店家，实在是真无公平。一早起，民众到传统市场买各种民生用品，业者对政府要发5倍券，大部分拢真乐观。有业者就讲，去年3倍券有带动差不多1成到2成的买气。而且大部分的业者也是感觉收纸本的较实在。你也要商家会用才有用，不然商家不会用，你们用数位，他们根本也没办法买。所以是用纸券的会比较 OK 的。数位的，那我就不那个你说这个我比较科技化，我就不晓得。那个坦白说，我就不知道。了解。对如果用那个正新店来买我们的菜，我们都是很欢迎的。因过目前行政院正伫咧规划5倍券所谓加码的内容。真像是公共银行拢会推出优惠措施，甲各部会进行加码，拢绑伫咧同一个平台，希望会当扭转数位券的比例。有立委就质疑讲，安尼先会扭大偏向甲城市的需求，而且毋是所有的产业别拢有法度数位化，竞争的好戏恐也会拍折。我们整理出了这个3大问题，分别是未精准振兴受创产业、过度集中特定行业以及城乡数位使用落差3大问题。有立委讲，像文创产业，去年的产值甲往年比较就减少200多亿，也毋过振兴券只敢若帮助产业差不多45亿元领。希望政府应该重新审视对各行各业的振兴的方法甲力量。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也毋过8大行业嘛是阁袂当营业包括台北、桃园、阁台南，有将近300个8大的员工，今仔伫台南市政府头前定情，要求政府爱救命。台中某业者不满8大行业到达阁袂当放令讲已经关门4个月了，特别活袂落去了。今日有来自台北、桃园和台南数百个8大行业的业者摕票据来到台南市政府定情，不满疫情已经转好，各行业也渐渐解封，但就是休闲娱乐场所到单也无开过，生活早就已经出问题。我的小姐出门跑，你要叫阮业者要哪活落去？阮逐个月了钱。台中有业者出面呼吁政府斗3工，因为疫情禁止经营，基层的服务人员早就已经无收入。
小姐到处打零工的，还是说我们做家庭代工的，我们也是为了要拼一个生活品质给小孩，可以至少不要让小孩饿到。李小姐是一个单亲妈妈，厝里还有2个囡仔爱饲，停业4个月这段期间，敢若会当4个去做散工，生活是真歹过。业者表示，自5月19三级警戒停业到今，政府是连一点补助都无，员工家己是变做边缘人。纾困领不到，1万块的领到的又有几个？我们连最基本的那个贷款的10万块钱那个纾困，我们都没有那个资格。10个有7个是单亲妈妈了，会当少爷会怎么？就是又没有一技之长，会趴车就是没有一技之长啊！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八大行业不让他开，真的很可怜啊。蔡其良表示，加拿大中市都有超过10万的8大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中央完全无进一步的解放计划，业者拢强要经袂调。台中市府表示，虽然中央有大条件开放部分场所，但就是也未完全开放。详细也只通等待中央有相关的规定了后，才个研议。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伫要到咯，桃园中立所有相款的社区哦，以早逐档拢会放假来办航卖活动，嘛会有上万人做伙航卖。虽然等好，也毋过今年嘛是决定讲要先停办，也毋过会开放桃园虎头山公园的航卖区，互民众登记，人数嘛有限制。每年的中秋节，桃园中立新都心生活文化协会总会办放过航卖活动，有上万人参加，是社区的大代志。多互因也就此联络感情。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办了要到20年的放过航卖活动决定要取消。有多互虽然感觉可惜，不过也是支持防疫。是蛮可惜的，往年几乎都有办，然后很热闹，很热闹就对了。对，很热闹。有来参加过吗？有参加过，有参加过。对呀，都满满的人这样。很盛大，去年也是大概总共加起来1万多人。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整个理监事会议上就决议停办1年。另外，伫桃园虎头山公园航卖区有规划54个路费。受疫情影响，今年是只敢开放一半左右，互民众登记使用，实施实联制。管理处讲，民众伫咧航卖食物件时阵，爱保持社交距离；开工的时阵爱挂嘴安。原来我们有54个炉位嘛，那现在我们开到29个，那每一个炉位我们都是梅花座，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那个社交距离。桃园市的公园绿地，去年中秋节并无开放民众航卖。阳光处讲，会看疫情的情形，才决定今年是毋是要开放。目前也搁伫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他们的小组伫逐档的旧历8月份拢会举办祖灵节，也就是因的过年的祭典。今年因为疫情，部落族人嘛做伙开会，要来讨论讲要安怎顾着防疫来办理传统的祭典仪式。祖灵节嘛决定讲9月初6开始，要缩小规模来举办。一群族人手牵手围做伙欢喜地跳舞，街头巷尾拢真热闹。这是逐年旧历8月所有族人会举办的祖灵节，等于是因的过年。不过今年因为疫情，族人也召开部落会议，讨论要安怎兼顾祭仪，也有防疫。就尽量少大家群聚的那个机会。那也不要说很多人手牵手这样一起同欢，必要的祭典就是存在这样，头目还有家人这样就可以了。饮供酒哈，这方面会尽量来做简单的哈，尽量不要共餐的方式了哈。受到疫情的影响，这2档的祖灵节，敢若会当缩小规模来举办，佮再加上原地就面临祭祀传承的挑战。后族人是真烦恼，会连带影响到未来的传统祭仪。因为少族的最大的传统文化祭典就是在鹿山这个部分，一直很期待这样子一个可以产生新的祭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仪式。可是就是因为这2年遇到那个疫情，大家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辛苦，在过这1-2年这样。一些误会对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做管制哈，防疫的清洁、防疫的部分我们都有在做。经过部落会议讨论，族人决定今年在新历的9月初6至初10，维持小规模来举办祖灵节，也会加强各项防疫措施，做伙来守护部落的健康甲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一个妇人人之前车祸送病院，结果医生发现讲伊烧声，检查结果是声带出血。医师是表示讲，这个妇人人因为安全帽啊挂了上过冷，发生车祸跋倒的时，安全帽的带去锁到脑后，结果造成出血，是真危险哦。所以提醒民众，安全帽的锁带上好甲下海离1公分左右就好。法务头壳政府规定，若无戴安全帽，就要开罚。毋过高医日前收治一名40几岁出车祸的妇人，到病院了后是烧声，亲自检查发现伊有声带震起来，还有呼吸道缝卡着的状况。应该是安全帽它戴的有一点太松了，然后造成说他在车祸紧急刹车的时候，安全帽整个往后拉，然后去勒到他的脖子。原来妇人的安全帽带伤过长，车祸的时阵，安全帽背于后壁，伊的带直接甲颔管吹掉的，出现着急性咽喉损伤。医生讲，这种镜头有当时要等48点钟才会有烧声，还有袂喘气等等的状况，容易互人轻苦。提醒民众要加注意，嘛要记得戴安全帽的时阵，要注意到这个带的长度。建议就是一个手指头穿进去。因为你一个手指头穿不进去，他可能也呼吸困难了。松的时候，有时候呢骑快啊，骑到那个风一吹，就会松，会没有安全感。我是会戴紧一点这样。安全帽业者嘛提醒，这个带应该要离你下海1公分，才袂伤过暗，嘛会当保障着安全。上保险的是伫大家要戴安全帽进前，甲这个带钩看卖啊，确保有调整着上好的长度。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动保团体指控高雄一间农场虐待动物，8月中嘛已经向动保处罚5万块了。业者嘛表示讲无要阁继续营业。今仔早起，动保处是到农场要来拆除关于动物的围栏，动保团体嘛到现场要来了解农场动物安置的情况哦，也毋过嘛甲业者发生冲突。工作人员当咧无用，甲围栅拆落来，前一日也有真侪羊仔伫遮，毋过即马是拢空。高雄出名景点前园农场，初二互动保团体指控长期无好好照顾动物，前一阵仔阁因为违法做动物展演，互动保处罚5万块。业者嘛决定初三开始袂阁做展演。那我只是想要确认这只鸟还存在，它现在的饲养环境，它被安置到哪边？那以你们的标准是自然放位是最好嘛？那还是我全部把它放？我没有这样子讲哦。本地满园的莺歌、山羊等等的动物拢刷到其他的所在，毋过动保团体为着确认动物的下落，差一点仔就甲业者起冤家。业者表示，莺歌已经刷到私人的养殖场，其他的动物也安搭伫无开放的区域。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没有办法检视到每一只被暂时收容，然后忽然间移到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符合动物福利这个部分。工作人员的配合度上面相对是比较差的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动物是比较不好的状态。那有些比较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要它立即的改善。动保处初三透早找专家甲兽医到现场确认动物的状况。英国因为过水的动物，写真侪游客观光的情园，即马煞互人指控无好好照顾动物，刷落来也袂阁做展演。毋过园区内除了一般的动物以外，还阁亲像长手狗等等的保育类动物。动保团体也希望政府单位会当介入，确保即寡动物后续的安置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决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的授权法案哦。众议院的版本搁再强调讲，要支持美国卖武器予台湾，协助咱台湾的国防安全来抵抗中国的威胁。也毋过，这个法案搁爱协商，最后表决了，才会送予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才算正式通过。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初二表决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的内容真侪，其中针对台湾的部分，草案指出，中国对台湾威胁甲挑战的行为增加，所以再一次声明支持台湾军备，协助台湾来发展着战力，也支持美台进行实地训练，也甲军事演习，包括强化防卫计划合作，提高美台军事互相配合，也甲强化台湾后备力量。参议院版本7月份就已经先通过，因为参众两院通过版本无同，法案也必须爱2院来协商最后的版本，再个重新各人表决通过，才会当送到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有效。
美国强化帮助台湾，也甲军事交流，抵抗中国威胁。中国9月初1开始实施要求外国籍的船只进入伊的领海，应该都要向中国通报这个新规定。美国甲澳洲也拢表示未照办。 And we have not been shy about lodging our protests and together, in many cases, with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standing up to unlawful,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of the PRC.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外界分析，中国手法显然是针对着美国这个西方国家，伫南海甲台湾海峡行使自由航行权，可能会致使区域紧张升温。美国国防部坚持自由航行。 澳洲国防部也强调，任何相关规定拢应该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因为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传了真厉害哦，疫情继续的传烧。美国公卫专家福奇昨表示讲，佮再做第3剂疫苗，会当来提供长期的保护。毋那美国即马做第3剂，亲像已经是世界趋势哦。德国伫初1嘛开始开放做第3剂。 也毋过，伫希腊有医护人员不满讲，政府要求因一定爱注射，上街头抗议。未来无定着爱做过3期辉瑞、BNT 还是莫德纳疫苗，才算完全有做过啊。美国即马想要追加 mRNA 第3期的注射。美国公卫专家福奇就讲，就伊家己的经验，也甲引用以色列当地进行的相关研究，相信咱人会需要第3期来提高对新冠病毒的长期防护。若是做完第3期，是毋是会当讲都是完全有做过啊咧？ 福奇表示，老太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来决定，啊，毋过若是到尾就安尼认定，伊原来袂意外。 12 days or more after the booster dose, there was a greater than 10-fold diminution in the relative risk of both confirmed infection and severe disease. They compared the 2-dose with the 3-dose, and they found after 7 to 13 days up to 68% reduction in the risk of infection. And after 14 to 20 days, a 70 to 84% reduction in the risk of infection. 目前做第3期已经是一个防疫趋势。法国、英国、匈牙利拢已经宣布准备伫9月为高风险族群来做第3期。德国为初1开始实施，当局8月初就已经决定安尼做。不过头一天开始做，威斯巴登这间注射中心敢若20人预约。Das wissen viele Leute noch nicht, dass man sich jetzt auch eine dritte Impfung geben lassen kann.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wird sich eventuell auch noch etwas beschleunigen, wenn die Infektionszahlen sich weiter nach oben entwickeln. 电到伫希腊有400个医护人员，也甲10外台救护车出动。初2伫雅典市中心抗议，因为不满政府的注射新规定，伊就是完全无做过疫苗的，也是过去半年来毋捌为感染中治好的医护人员会停职甲停薪。相关规定当日开始有效，因表示无要反对疫苗，毋过反对强制注射，而且会致使到医护人力欠缺。希腊政府表示，这拢是为了保护脆弱族群。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西班牙最近落大雨，做水灾，东北部的灾情真严重哦，有几10台汽车和大水冲到地中海哦。美国纽约最近嘛是落大水雨，水拢灌到地下铁内底，灾情嘛真严重。学者表示讲，最近的一段气候拢是因为气候暖化引起的，所以咱必须要马上来减少碳的排放，来改善环境。雨水一直溢入去纽约的地下铁，互真侪线路拢关起来。纽约有5个行政区，伫个短5点钟内，各落178公里的雨量，引起真大的大水。美国气象局讲，针对费城、西部到新德西州的这个北部地区，上介少还佫有发布5摆的大水警报。We broke that record on August 21st of this year for Henri of 1.94 inches. We just smashed that record on September 1st, 10 days later, or 11 days later, okay, 3.15. 华盛顿的邮报讲，造成这个大水的原因，包含是城市甲郊区一直咧泛扩，致使雨水无法度排出去，也佫有气候变迁，致使落雨量增加真侪。镜头甲驶来到欧洲西班牙东北部的城镇阿尔卡纳尔，街路顶悬规个拢是土煤膏，也佫有真侪车去互大水冲入去地中海内底。伫当地时间初1即天，因为一场汹来的大水，互真侪人的家园拢泡伫个水内。La casa va tirar tota.
pero de cabo a rabo. Aquí no aprofitem res. Sí, però res. Mira com està tot. I això també és l'entrada de casa. L'entrada de casa. Tot patirà. És que no sabem res.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每平方公尺有超过250公升的大水溢入去这个城镇，不治5成好加载，无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气候专家讲，最近这个极端的气候，因的共同点拢是全球气候暖化所造成的。The commonality between all of these is that the climate is warming everywhere, and the amount of water vapor in the atmosphere increases exponentially, even with linear warming. So the rate at which the ceiling on how intense precipitation becomes rises is very fast in a warming climate. 学者强调讲，目前还阁无到无法度控制的地步。假使讲咱若是愿意冬啊小寒嘞，紧来减少碳的排放量，还阁有真大的机会，会当互全球的气候回到正常的状况。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大学9月中就开始要陆续开学咯。阳明交通大学是表示讲，因会设置有医护人员的集中体检站，来帮老师佮学生啊体检哦。学生宿舍的管理委员会嘛强调讲，学生啊必须要有注意放射，也是讲快筛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带入去宿舍。校方来完成报道，时刷来到体检站，无一时啊，都拢完成规个程序。伫个边个等待区，还有真侪学生咧等待，准备讲要来接受体检。有风险的话，大家再次筛一下会比较好，这样子我是这么觉得。有些老师已经就是去做疫苗的施打了，对。所以反而就风险还比你们更低。对，你觉得需不需要，比如说每个礼拜啊，每2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你会觉得这样比较踏实？应该也不用啦，太频繁了。考虑到讲特别开学啊，为着要让学生较安心来读册，阳明交大来启动安心就学的计划。这礼拜先伫阳明学区来设置集中体检站，请干道病院来协助学生甲老师来体检，还佫有学生宿舍的管委会，除了接种疫苗，伫校园来快筛阴性，安尼嘛当互人较安心入去住。如果要入住的话，应该要有健康凭证。那健康凭证除了参加今天的这个筛检之外，也可以在3天之内，如果取得自筛的阴性证明，或者是在外面的医院取得核酸阴性证明3天之内，或者是有疫苗接种的黄卡，这4种都可以认同是健康凭证，那可以办理入住。校方是规划讲要互旧学生先来做，班批有700人会来快筛，伫后礼拜嘛会互新的学生来快筛，嘛有校友来提供大家这个快筛试剂，加上校方家己来买，嘛会选咧开放师生通上网来预约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头痛协会统计哦，咱全台湾大约有200万人，就是10个人都有一个有偏头痛。国外研究嘛显示讲，因为疫情哦，病人1个月头痛的日子是增加4成，佫有超过6成的病人感觉愈痛愈厉害。医师嘛提醒民众，若是1礼拜头痛超过1届哦，也是1礼拜至少爱食2届的止痛药啊，就要去病院做详细的检查。50多岁的林小姐为高中开始头痛一病，30多年来痛甲真艰苦。大概发作的时阵，伊拢惯势食止痛药啊，上侪捌一天食5粒，效果也是无好。虽然捌看过中西医，嘛试过真侪偏方，逐天也是拢会头痛，而且对光线、声音真敏感，互伊身心受到真大折磨，捌得到忧郁症，最后是被迫失智。一天吞了5颗吧。对啊，然后就是影响到我的工作啊、求学啊，然后甚至睡眠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经过台湾头痛协会统计，类似亲像林小姐这种的患者，全台湾差不多有200万人，而且新冠肺炎疫情，互人头更较痛。国外最新的研究显示，头痛的患者伫疫情期间，每个月平均头痛的天数为5.7天增加到8天，比疫情前增加4成。有6成的患者头痛的次数增加，有6成4的头痛症头变较重，其中也有1成患者会恶化变做1个月发作超过15届的慢性头痛。压力本身也是造成偏头痛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子，所以很多的因素啊，另外还运动也减少了，然后饮食生活可能不正常，所以这些因素都会造成偏头痛的加重。医师表示，若是头痛一直发作，大概持续4.72点钟，佫会
胃、吐、惊光、惊吵这种的症头，都符合头痛的定义。诱发的原因包括着压力、胃团、饮食、困眠、环境这些。严重的时阵会影响到生活甲工作，所以呼吁民众头痛袂使乌白食止痛药啊，上好就医详细检查，以免小病变大病，延误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通过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要放任民众对司法官申请国家赔偿的限制。也毋过，这修法嘛引起争议，有检察官就质疑讲，因看无修法的目的。嘛，烦恼讲未来会产生一寡奇奇怪怪的诉讼案件。2014年太阳花学运抗议的民众自立法院转进到行政院，警察赶人，造成几户人受伤，20几个人不满警方执法过当，提起国赔。因为公务员调岗或者是过失，造成民众权益受损，会当依法请求国赔。伫这么行政院国家通过国赔法修正草案。放宽对司法官国赔申请的条件，要防止司法侵害人权跟自由。现行条文是17条，全文修正后扩增到43条，也修正了司法官执行审判或追诉职务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的国家赔偿责任要件。由行政院主导，原本只敢伫咧检察官甲法官审判或者是侦办时阵发生侵害民众权益、自由等行为。而且会经过判决确定是事实，民众才能依法提出国赔。若是修法通过，将会新增加司法官受到免职、撤职的停改处分确定，民众会当要求国赔。但是这边修改引起司法界批评。提出的这个修正案无法更清楚明确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突发奇想的想要增加这样子的国赔要件，而我们这样的国赔要件是打算处理怎么样的问题？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认为，可能有民众会有错误的期待，甚至会扩大解释，造成难诉。讲这边的修法，有真侪法律概念拢是大家家己讲家己的，也好司法官唔知要安怎做。伫未来，修法的范围也扩大到国民法官，恐怕影响个人担任国民法官的意愿。对此，司法院回应，会从宪法等角度向立法院表达意见，和相关的规定兼顾司法的独立甲人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东县有一座已经起好16栋的粪扫焚化场，以及明年中要开始试营运来处理台东县的粪扫。也毋过烧了后，三星的灰到底是会当放地咧？环保局本地是规划讲要放伫鹿野乡的粪扫场，也毋过当地民众是真反对哦。即马环保局是表示会先甲因送到外县市来处理。台东县政府向环保署争取4.2亿征收换新16年无启用的粪扫焚化炉设备，即马进入换新炉体甲空污设备的阶段，预定2022年中试营运，也毋过还未开始烧。甲六甲恢复这个污染物要放伫倒一个乡镇市，线一直吵。环保局原先规划要放伫鹿野乡粪扫安排场，毋过当地居民反对。县议会真侪议员是要求环保局爱甲代志讲清楚，纳入会开方案。如果说决定要放在鹿野，我没有意见，但是这个回馈金大家先谈好来。不过，即马环保局表示，焚化炉启用了后，逐工10栋的恢复要放的地点也未定案。明年试营运会先交由外县市专业厂商固化安排处理，并公开检测资料，得到民众信任了后，才伫台东县处理。经由科学的数据、公开的讨论啊，也有将近20年时间的这一个其他县市的经验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来对比，然后来参考。环保局是讲，未来焚化炉才会甲大家恢复，考虑到公平，有可能爱轮流放伫13个乡镇市活化了后的粪扫安排场内。不过台东有16个乡镇市，另外3个无法度放，安尼会造成无公平。台东县议员要求环保局爱搁好好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第4乡哦，以早真侪田，后来拢改做温啊。最近水利署嘛展开水路的清查，望讲调查清楚以后，会当搁再利用，互渔民转型来发展供电也是养殖。来到第4乡仑中段养殖区，过去这渔温拢是农地，近期配合渔电开发新办土地整合，意外发现渔温中国老30、40年前的旧管界水路，拢是属于水利用地。若让渔民要将土地整并开发，就变成阻碍。咱的渔民未来要申请渔电
面共生吼。所以吼，若无用到的高路还是准路来讲时，就开放，互咱遮养殖业者时，伊若要买买使，要新租买使。有这个无咧用的这个准路用地吼，阮会甲伊吼解除这个限制吼，解除了吼，再来互这个地方的这个居民吼，会当来吼租还是买吼。农田助理处表示，经过清查，大西乡论中段、论西段废弃的农水路大约477笔，总面积有40公顷，上计明年3月份就会当完成废止公告程序，来卖也是出租予农渔民。看伊也卖工程介绍较俗咧，阮就会买啊，伤贵阮就买袂得倒啊。不管是用租的，还是用买的，这个因为水路已经废掉啊，废掉就是一般农业用地了。一般农业用地后来伊要做啥物使用，就无啥物障碍啦。大西乡社权益促进会表示，渔业署和能源局在大西规划679公顷的渔电共生新生区，但其中有312公顷地质区域。现在若是用新解决土地种下问题，就当予当地养殖业者经过议员投入申请渔电共生，即种有报道。来看屏东高树有一个农民哦，伊正拍拼想要创高树蚵仔的品牌，所以真用心来研究讲要安怎会当种出好品质的蚵仔。经过几啊冬的拍拼，最近申请到三小里里的证明，为蚵仔创造愈较悬的价值。伫屏东高树种蚵仔的农民张希仁，当咧田里无用采收，用过伊种玉兰花10几年，去年试种蚵仔成功，今年伊遵守安全用药的规定。成功通过生产销售履历的认证。高树芋头没办法自己去行销，所以我才会做产销履历，为了是跟别的芋头有所区隔这样子。有别于一般的用药的，我是从一些有机，我是跟产销履历指定用药跟一些有机的资产下去搭配。种蚵仔农民常常为着土肉伤脑筋，烦恼无适当的用农药，会危害着土肉和蚵仔，所以农粮署推广友善的种植，有生产销售履历的蚵仔，希望提高蚵仔的品质。那可能是需要从土壤或是需要从栽培的方式去做一个管控哈。那产销履历刚好提供这样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方式。因为产销履历在市场拍卖的话，政府还有另外的补助，1公斤2.5块。张希仁表示，虽然为着符合生产销售履历的规定，种的成本是会提高，但因为好处是真侪，也通拓展更较侪通路。伊希望有愈来愈侪伫高树种蚵仔的农民，加入起生产销售履历的认证行列，互消费者有保障，也通增加农民的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吉人这边讲的菜色厝吸引真侪游客哦，在地团队伫今年7月份，嘛用真侪在地艺术、有故事来设计一个展览，把规个海港哦变做是一个美术馆哦。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伫即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海边啊美术馆背后的故事。吉人正滨渔港边啊七彩的建筑物，是这几年真受欢迎的景点，嘛带来一波观光的人潮。伫遮已经订近4年外的成滨山共创工作室，应用艺术共创的理念进入社区。连续伫咧2018甲2019年举办艺术节，2020年推出成滨海港学校，今年佫结合社区的店头，长期建构永昼海滨美术馆，互游客来遮毋若是佚佗尔，佫会当深入了解在地风土民情。一般的人可能对海陆这个行业是相对陌生的，我就是用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因规工的安怎去做因的需要做的物件。这届展览拢总有12项的艺术创作，邀请无同领域的艺术家来参与，亲像专长是做定格动画叶宇涵，嘛头一届用黏土创作立体小野台，传达在地人对现实社会的反应。我会使做的就是，互因平常时的声音，甲因的期待，想要讲的话，甲伊录落来，嘿，啊，放伫迄山内底。为着互正滨渔港，毋是单纯干那登卡翕相的景点，团队也佮含在地游戏工作室，共同开发一个无人导览实景的游戏。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轻松了解这个100年港口的风华。这边呢，就也是正滨渔港很重要的鱼市场所在的位置。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游戏里面呢，一定要有鱼市场这个点。4个月的展览作品拢是少年人对家人这片土地的感受，透过创作，甲山、
海、人连接起来，互在地人甲故乡的关系愈相活，互每一个故事有温度。成滨山的团队要互大家感受艺术，其实就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记者罗敏祖、连新维家人报道。昨昏公布第56届电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公司电视台无输坐巴士连续2档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哦。画山、画水、画玲珑的主持人彭恰恰，嘛入围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奖。本来我家己咧做哦，无人传的。我感觉台湾人吼，我也真好。蔡秉忠坐巴士行遍台湾大街小巷，人捌地方风俗民情。公司电视台无输坐巴士连续2档入围金钟奖。制作人希望用镜头翕出台湾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尤其是台湾有足侪族群的哦，有客家，有原住民，所以阮做节目，阮不局限伫刚好是台语的族群尔，所以阮希望会当介绍各种的文化。感谢生活伫这片土地的所有的人，阮节目才有机会通入围。因为马术伊就是用个侵入到咱台湾的大大小小无共的乡镇啊，啊，搁一寡庄仔头，吼，啊，咱会去看到一个遮拍拼的咱的台湾人，吼，拢咧无影啥啦，吼，拢咧拍拼啥。爸，这段无必定来。用趣味方式推广台语文化的画山、画水、画玲珑，也入围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台语台个做者节目拢袂歹啦吼啊，包括咱的青春吼啊，包括咱的其他的节目拢真侪，拢会当互提供给做者迄个观众来欣赏。李东熙表示，金钟奖竞争激烈，虽然今年入围名单比去年少，但是大家会继续拍拼做节目，希望比目前搁较进步。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第78届的威尼斯雅典伫意大利开幕了。今年的评审团的主席是史上头一届以外国片摕到奥斯卡上好影片奖的韩国电影《驾行上流》的导演奉俊昊。导演嘛鼓励讲，伫疫情期间真辛苦的电影界人士哦。导演是讲，疫情最后一定会结束，也毋过电影作品会当一直流传落去，大家爱继续拍拼。这好莱坞的名称，伫红毯顶悬是步数真短，希望看起来是上水的。巴西前维多利亚的天使阿德瑞纳里马，规分丝穿红色的礼服，遐那演员华尼洛普克罗兹是穿乌白2色的礼服来参加。意大利伫当地初一举行第78届威尼斯的影展，这届影展的评审团有袂少看起来是阿A，除了去年以《游牧人生》摕到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调停，遐那驾驶上流的南韩导演洪俊昊。是这届评审团的主席，伊伫致辞的时阵，是特别勉励甲感谢伫疫情期间辛苦的电影工作者。Such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s a president of jury. I think we all believe the COVID will be over soon. But yet the cinema will remain with us forever. I think. 伫影展的头一天，就颁出终身成就奖。互捌主演《美丽人生》摕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意大利资深演员兼导演罗贝多·贝蒂尼，大概是大力甲伊拍扑啊！ È un ringraziamento che io faccio a tutti coloro, diciamo, che mi hanno voluto bene, semplicemente creduto in ciò che facevo, dalle prime persone senza le quali non avrei mosso neanche i primi passi, entrato nel mondo dello spettacolo perché io vengo da una famiglia dal nulla. 11天的影展按算伫9月11日结束。这届有入选的影片，包括《平行母亲》、《失踪的查某囝》，也有《蒙娜丽莎与黑月》等等的电影。就连台湾导演蔡明亮的纪录短片《良夜不能留》，嘛有入选非竞赛单元。这嘛，互外界真关心，讲到底是虾米人会摕到相关的大奖呢？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美国一个阿富汗查某导演桑尼科亚科尔2当前有去阿富汗翕一出电影，叫做《我就是你》，就是咧讲难民的故事。即马因为塔利班摕到政权咯，这导演嘛讲，未来应该袂阁有实际伫阿富汗翕这款电影的机会咯。
为脱离塔利班甲 ISIS， 马苏德决定行上异地的旅程离开阿富汗，经过5个国家，一度甲一名有薪的女医生甲一个老大人做伴。美籍阿富汗女导演桑尼亚纳索瑞科尔的上新作品《我就是你》，呈现3个阿富汗难民的真实故事，就反映出当前阿富汗人逃亡的悲惨遭遇。You see the light? It goes straight to the light. 这个影片是2018到2019年所拍，片中甲阿富汗有关的片段拢是实地处境。如今塔利班重新掌权，可有言电影工作者无共款的机会咯。Probably this is the last movie you'll ever see, or at least for 30 years from Afghanistan, because art is forbidden by them. Filmmakers are forbidden by them. Actresses, they kill them and they chop their feet off. So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阿富汗上名流行音乐女歌手阿雅娜·萨耶德，则顺利伫8月17坐美军的运输机，经过卡达杜哈机场安全到美国。I was a human being. I mean, doing music, singing. Why is it such a big sin? I mean, why should I be treated like that? And all these women that I speak out for in Afghanistan, that I'm asking for their basic rights. Why shouldn't they have their rights? 萨耶德将到伫喀布尔的施工过程全部公布伫有172万追随者 IG 个人账号，引起真大关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各有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有短暂雨，伫西半部跟有东半部的山区过昼会有雷公雨。中南部跟各地山区雨有可能会落真大，观众朋友大家特别注意。那么来看下半部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